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是啦，咱讲顶礼拜连续有6天零确诊，但是刷落去连续佫有这个境外移入，佫有出现咱讲敦睦蓝队要解除隔离，佫验着病毒啦吼，嘛确诊这个消息。但是今日真正是好消息啦吼，咱讲武汉肺炎台湾零确诊，伫咧新历5月初5这天哦，嘛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过去所定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啦吼。今日咱嘛看到指挥中心、指挥官，但是中甲大家好好佫洗手一遍啦吼，迎接咱的这个零确诊。不过咧，咱嘛讲哦，虽然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有这款日子咧定啦吼，但是啦吼，咱讲过去伊一直阻挡台湾参加相关的这个组织甲大会。今年咧，世界卫生大会哦 （WHO） 是要头一摆采取着这个视讯会议的这个方式啦吼。过去台湾虽然互阻挡伫咧门卡口外啦吼，咱拢会当佫派这个代表团伫这个会外甲济国家举行双边甲这个多边的这个会议。但是今年咱讲用着这款视讯的这个方式，咱台湾真正确实减少这款的这个机会，但是咧，这个今年全球哦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严重的影响，出了2个变化啦吼。一个是咱讲世界各国对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正当性是受到挑战，另外咧一个就是讲对中国的质疑，和台湾颠倒自内底找着空间吼。台湾安怎奉献这个防疫成果？友邦要来斗3工，安怎来斗3工咧？咱的国际参与安怎来进行？今日做会要来讨论。这部电影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前卫生署长涂成铁，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前立委哦，嘛是过去2018年台湾 WHO 参访团顾问周年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所以，咱嘛要来连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啊。首先，咱要来先请教咱的署长啦吼。署长，咱甲你请教一下，咱讲吼，这个敦睦蓝对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啦吼，咱讲要解除隔离啊，是安怎个会这个服用吼，还是验无病毒啊？背手佫验着病毒咧？这个因为这吼，咱这个敦睦舰队地面这吼，拢是少年囡仔，是，所以吼，因较无一寡镜头啦。当然因的抵抗力较好，是，所以咱这个病毒吼，咱伫身躯内底咧繁殖的时阵吼，结果这因为病毒增加，但咱会开始产生抗体，抗体要甲抵抗，所以这病毒的量啊，愈高愈低，会得愈来愈少，结果到尾也个无啊吼，但是伊这检查中间啊，有当然是检查的人技术的问题，中间无够深啦，所以以后可能变成假阴性，实在是唔是假阴性，唔是阴性，是假的阴性，所以内底实在是有病毒。当然，那较尾啊检查出来的阳性，嘛不一定是正是阳性哦。伊这阳性当然有一种叫假阳性，一种是因为吼，伊这已经有病毒，但是已经死去啊。所以这个病毒，那真你甲培养是培养不出来。那你用这个那个。PCR 是种核酸的检查，对，这种检查是检查出来，因为伊检查到伊的尸体就对啦。所以这有当家这变化变去吼，所以这个敦睦舰队咱会使安尼讲，好佳在咱即马台湾啊做得袂歹。虽然无因迄阵哦无足积极上，像讲武汉转来的飞机啊，什么安尼，啊是这个船啊转来吼，拢甲因全部采验啦吼，采验，还是甚至再过，以前我等。船那顶已经去隔离30天啊，尾也去加5天啊，那就有够。虽然无够，因为迄毋是个别一个隔离，是，迄空间还阁真下啦吼。所以要接触，所以小的机会是也有，但是因甲检查过拢无个出来。有啥那尾啊吼？无镜头的人吼，竟然是占所有的人的3/4，75%以上拢是无镜头的。尾啊检查出来，一拢无镜头，一方面是因抵抗力好，病毒量少，但是。因若无镜头，因会去传染袂？理论上是会啦。理论上但是好佳在因这人较勇，可能病毒量无济。第二个种等于到这个社区的是无足侪工吼，这中间咱的社区即马大家拢有一种危机意识，所以大家拢家己该保持距离、安全距离啦、戴口罩啦，做甲真好势啦。所以因这病毒量少，咱社区上大家佫小心，竟然。看起来讲含因女朋友啊，拢无感染。是，这有人咧开玩笑讲，这传染途径不一样啦。是，但是这就是好佳在大家拢卫生习惯有做啊好啦。这点是上重要，因为咱这已经知影讲，
无镜头的感染者是才有的，像这个专顶落来个啥相机啥，啊，这若房子会安怎会足危险的，但是证明讲无啥，这是表示讲咱已经行到讲，唔是用这个检疫隔离，互你病毒卖入来，安尼尔，是随上入来了，咱嘛无讲足惊，是安怎？因为咱的大家人的这个。按社交距离啦，咱的迄个戴口罩啦，咱才洗手，莫去摸鼻啊、嘴这，慢慢啊已经落实大部分的人真都是啦哈，都是，所以要传说传播人啊，有影啦吼，所以咱吼，所以说安心起来啦，有影，较安心一寡啦吼。咱来看讲各国舆论啦吼，就是讲啊，甲这个军舰哦，武汉肺炎侵袭的这个比较啦吼，咱看到其实哦，这个法国哦，这个德国的这个军舰啦吼，甲这个美国。这个基德号啊，还有美国 Roosevelt 这款军舰吼，其实因的这个病例数拢是真悬的吼。啊，军舰这个人数吼，咱看德国遮吼是2000人吼，病例数也有1460人吼，超过一半拢得着病啦吼。啊，这个美国 Roosevelt 这军舰哦，其实哦是1/5啦吼。啊，咱看到其实这个宣教公主号嘛是有这个19%这个侵袭率。啊，其实哦。这个咱搬石南啦吼，其实伫遮吼，敢若9%吼会得到这个武汉肺炎然后颠倒是算较少的吼。虽然咱有治病，但是咱会当靠着咱公共卫生这个习惯吼，会当互这个比例降较细啦吼。不过咱看全球疫情实在嘛是一个真危险的。咱看讲这回已经来到是吼350万人例吼，全球的疫情吼，美国也是上严重吼。不过咱嘛是要继续来关心着这个南美洲、巴西这个部分吼。是安尼，伫短短时间会冲到遮尔悬吼，目前已经来到10万外例啊，吼，死亡人数嘛是7343例。有报道就指出吼，伊讲吼5分钟都要带一个人吼，所以死亡人数是冲到真紧吼。另外咱看到亚洲这个部分哦，咱讲到新加坡已经目前哦已经是这个亚洲哦第2个确诊，除了中国以外上严重这个地区啦吼。啊，咱台湾目前也是保持着438例。不过咱要来个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咱头拄有问过咱的署长啦，咱讲。啊，这个采检有当时啊阴性，有当时啊阳性啦吼。这回咱阁看到，其实哦，这个张尚顺吼，这个专家伊嘛指出啦，讲今日这个案例内底哦，有3采阴的，有4例啦吼，尾啊来服用吼。啊，其实韩国嘛针对着这个8名解除隔离的这个出院人吼，拢阁发现这个阳性的这个研究，有超过8名这个部分啦吼。其实拢会发现讲啊，大家嘛烦恼军舰可能会个啊，若是遮伊无这个无镜头的，啊，若是搁等于社区，是毋是高风险的这个族群，拢会得着病？是，这个是大家人即马吼，是安怎讲？咱即马刚才想要把这个阳性的找出来吼，啊，家隔离又好，莫来甲传染。这点当然真好，到目前为止政府做了真好啦吼。但是嘛，袂使干那靠这呢，因为你出来阴性会搁变阳性啊。有的是这个阴转阳，啊，有的毋是，有的是根本个就是假阴性。意思讲伊是阳性，但是伊个无镜头。啊，你若无甲检查，你嘛毋知。检查就较早讲，啊无镜头，啊有啊人，咱用镜头甲来检查。还是讲有镜头，较去找医师甲你检查，安尼漏掉。啊漏掉要安怎？漏掉个伫社区内底。哭说啊，啊，安尼大家个紧张啊，所以即马拄好，咱的这个政府做到一个程度了，即马都来存在无症状的感染者，要安怎处理？无法当处理，啊，这要安怎处理，佫毋知影嘛。你若真讲家己关14天，比如回美国转来啦，还是讲这船仔顶的拢甲关14天。当然，一个过这个感染期啊，安尼换是一招，但是咱就慢慢会愈来愈侪转来，佮变无症状感染者会有，啊那安尼有影，该去转来到咱的防疫的第2阶段，第一个呢叫做快速动员哈，做防疫，第2阶段是全民动员保健康，全民动员意思讲。你去到餐厅，伊也甲你量体温，啊，叫你个喷。即阵咱全民动员是做啊真好势啦。啊，伫船仔顶，啊不，伫迄个火车顶，伫捷运顶，只有100%啦。不过袂使讲100%，但99.9点几，因为无挂吼，来甲你看。我一伫车顶嘛是一个讲，挂伫下骹，我开甲看，爱挂起。甲提醒一下吼。对，啊，做大家人拢变做讲挂。喙炎说毋是讲歹势代志，啊挂喙炎上大的保护是要保护啥物？毋是要保护家己尔，是要保护
大个人拢讲你我挂，你嘛爱挂，啊有我无镜头啊，我毋是还价，但你有可能还价，但你是因为无镜头的还价，所以你看到落实。但你可能我挂你无挂歹势，所以即嘛无镜头的人嘛拢挂，所以这个叫隔离小工，因为伊我都伊毋知影伊伫对，但是利用大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伊怎变成也戴口罩，所以变成有感染的人已经好啊，可能会因转阳的，还是讲还是阳的，这个拢挂口罩。有啊，所以咱讲嘿，伊个袂喷互咱啊。就是啦。咱讲这个全民动员吼，做防疫，其实咱这个全世界各国拢有看到咱这地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美国太平洋的空军司令部，其实在4月29的时阵有邀请19国用电脑镜头来连线来开会来互相交流，讲阻挡病症烧炭这个部分啦吼，这代表什么意义咧？咱先做回来看。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4月29举行视讯会议，邀请19个国家参与，除了分享防疫的经验，嘛讨论赛后的合作。大家注意的是，视讯画面顶悬会当看到台湾的国旗，显示台湾有参加国际军事交流。国防部嘛证实台湾有参加，虽然袂当讲伤侪细节，会议用专用的网络，而且有保密的措施。视讯会议确实是有参加它的重点主要是在分享印太地区各国对于新冠肺炎，那希望在疫情过了之后，各项的交流跟演训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这道参与视讯会议的国家有美国、台湾、澳洲、韩国、法国、日本等19个国家。会议主目对抗武汉肺炎甲疫情后期相关交流训练。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答应会伫印太地区继续合作，团结对抗疫情。台美军事交流升温，但是国防部长严德发测试表示，中国伫南海为防空识别区 ADIZ 引发讨论，不过国防部是改口澄清。有中共设置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有内外防空识别区，菲律宾有防空识别区。到目前南海的部分，只有菲律宾在做设置中共虽然有类似的一个说法，但是从来也没有正式的对外来公布。若是敦睦舰队目前累计36个人确诊，帮助人344个官兵嘛返去厝落实自主健康管理。不过敦睦舰队744个官兵必须写入境健康声明卡，过去14天敢有发烧、咳嗽还是喘气经的镜头，竟然全部拢写无。甲远航期间有人出现发烧的状况无下，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回应，等官兵解除自主健康管理了后，专案小组会当面访谈，找出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是继续咱要来连线咱的这个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理事长你好。主持人各位来宾好朋友大家好。是理事长你过去嘛是做过咱的国防部部长啦吼，安怎看讲咱有邀请伫咧19国用电脑镜头连线，甲这个太平洋这个美国这个空军司令部来做一寡开会。另外咧，这是咱参与到这个视讯会议这部分咱等下嘛讨论到讲 WHA 这回又搁无发这个邀请函予咱这代表什么意义？你过去是代表咱是这个宣达团去到这个 Geneva 这会当去做一寡宣达啦这意义是啥物？咱先请教咱的部长、理事长。主持人大家好台湾我过去甲真侪人，包括咱伫在座的来宾做年安经理委，我拢有去几啊年，拢有去日内瓦参加 WHA 我个人嘛是邀请去旁听这 WHA 大会这大会中间最主要是大会过去也是中国因控制甲这人数，包括这秘书长因控制要排除台湾参加所以因过去这几年来拢有对台湾的是不是应该受邀请参加了这因拢辩论啦是去年、去年拢两个两个对两个两个国家替中国讲话两个国家替台湾讲话中国最主要的理由是讲这个1972年的这联合国的国旗文7月8号2758号就是讲台湾中国代表权由中国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写到这个所在。是。但是2058号的这个国旗文并无讲中国代表台湾的人民，有较无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啦。所以这今日这个但是种部长嘛有讲这个代志，这是无负责任的讲法WHA 的这个
秘书长也好，还是讲因的法律顾问哈。Stephen Sullivan 讲这是无负责任吼。我建议嘛，昨啦吼，昨嘛有写一张公开配合迄个WHO 秘书长谭德赛吼，甲194个国家伫日内瓦吼。WHA 这代表啊，是讲因的卫生部长吼。你当阵有呼吁啦吼，呼吁这个谭德赛吼，你讲爱做好你的工课，莫打压台湾政府人民参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权利啦吼。过去你嘛有讲到，你伫宣达团吼，当年拢会当去这个做宣达啦吼。其实这个时程会议这回咧是安尼来进行啦，但是咱讲过去会当。虽然咱防阻挡伫门口口外，但是咱会当透过这个双边啊是多边这个宣达的这个方式吼，甲其他的这个友邦来做一寡合作啦吼。安尼这个时程会议吼，是毋是较适宜这个功能伫咧？当然吼，这个咱过去的这个卫生部长咱拢有去啦吼。过去这3年，但是从部长嘛有去，伊大部分的时间是用去吼。台湾、跟美国、跟日本、跟欧盟诶相关的国家吼，双边卫生部长啊，是讲相关的医疗人员咧，大家互相当然是有帮助对这个疫情控制，对公共这个这个卫生啊是环保吼，这代志交换意见是好。总是咱台湾的正式的部长、卫生部长无法度参加WHA 大会，这是一个足大的遗憾啦，吼。所以我想过去呢，我嘛理解吼，足济卫生咱的代表团啊，是讲甲外交部这个卫生部你讲吼，咱可能会先较积极积极方法有几项嘛。第一项就是讲，希望咱外交部啊，是讲总统、行政院长会公开吼，就开一个国际记者会，表达哈。讲台湾要从台湾的名义要参加 WHO 世界卫生组织，要参加 WHO 大会哈。因为呐，总统还是外交部长、卫生部长呐安尼讲的时阵哈，我想迄个世界的版面哈，世界各国会更加支持台湾哈。第二个方法就是讲嘛，咱真正对 WHO 提出更加大的哈抗争抗议啦。我嘛捌甲外交部建议讲，咱实在是。咱会再提出国际法律的诉讼，去这个国际伫迄个荷兰的国际法庭国际这个仲裁的法庭提出告诉，讲这个 WHO 违反到 WHO 奖定这普世原则，大家国家拢爱当参加这个 WHO。第二就是讲台湾被排除参加这个 WHO 是嘛是无公平嘛，违反到世界人权的这个条例。这个原则啦吼，就是讲有2种方式。告诉不一定会赢，总是经过国际法庭的告诉呢，会互世界各国呢，会当更加关心支持台湾嘛，互 WHO 秘书长因遐替中国咧讲话人，更加压力这就是建议我过去这几年拢有写批互 WHO 所有各国的代表，事实上嘛有一寡各国反映包括我会记2年前咱的邦交国沈文生因的卫生部长就伫这个大会时替台湾讲话，有影替台湾来发声啦吼，感谢咱的理事长啦，感谢。咱就是头拄这个理事长讲到吼，就是讲透过总统这个国际记者会方式啦吼，另外咱嘛当透过一寡这个抗争抗议啦吼，伫咧国际上来拍诉讼啦吼，其实这个拢是这种的这个方式啦吼。不过咱嘛讲倒来，头拄咱会当参加到这个太平洋这个美国空军所办的这个视讯会议吼，甲19国来去做一寡合作啦吼。这代表什么款的意义吼？虽然咱红白贴伫这个 WHO 之外啦吼，咱等下搁看 WHO 这个。伊甲咱讲吼，咱这个一中的这个代表台湾唔是啦吼，真正唔是啊，咱就是台湾啦吼。咱美国讲台，咱讲伫咧太平洋这个空军伫遮吼，代表什么意义？咱请委员。我想当然讲，咱甲迄太平洋美国空军吼，甲其他国家共同来开会，表示讲，实际上即马起码有几哪个国家吼，包括美国，尤其是美国在内，是因为讲台湾甲其他国家的这个参与甲这个participate 吼，真侪算讲国防也是讲国际安全之间的这个会议吼，在台湾应该是有资格。另外一个就是讲，美国当然即马伊对迄个 WHO 本身是非常无满意，所以要求要来检讨吼，
WHO 本身。啊，当然，伊美国即马行动无一定讲迄后面吼，嘛有甲伊迄斗阵做伙啦。因为美国讲要迄个杯葛吼。WHO 伊本身的即个算讲预算吼，啊无要捐钱互伊，啊但是后面就是对这感觉讲伊无赞成，吼，但无论安怎就是讲，即马就是算讲有一个机会啦。一方面是讲真侪国家吼，因为即届即个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讲了解即个中国本身吼，伊是即个算讲真无负责的一个国家，啊，迄个中国必须爱为着即个进前的迄个暗砍即个疫情吼，来算讲起码爱负一点仔责任吼。是。啊，第二个就是讲 WHO 伫即件代志的中间，伊本身算讲是一个帮凶啦吼。所以讲，迄个 WHO 本身嘛无法度迄个投票伊的责任。啊，为什么 WHO 无法度投票伊的责任？是讲这中国对 WHO 影响真深嘛。吼。啊，所以美国也嘛包括像讲欧洲的国家，是认为讲中国爱负责。啊，但是迄个 WHO 要安怎来处理吼？算讲美国甲欧洲的国家，遮可能有分歧。是。吼。但当然讲，遮因迄个共同一个点是，除了这以外，嘛是认为讲台湾吼，伊迄个角色啊，台湾的即个贡献应该爱 appreciate， 吼，应该更加珍惜。啊，但即马到底是讲迄个台湾敢有法度参加今年的 WHO 会议？哦，因为 WHO 即个会员，也是讲迄个 WHO 这会议。即个观察员，这两个是无共款的代志。一般来讲 ，WHA 的即个观察员，这本身吼，算讲较简单。因为像讲对2009年到2016年，台湾是伫遐吼马政府时代。啊，当然马政府是甲即个算讲，台湾要参与是迄个 WHO 进前甲即个算讲中国有签一个迄秘密的一个 memorandum 吼备忘录吼，即个物件啊马政府甲承认，所以讲表示讲中国对台湾的参与吼。有这个否决权，有 veto power， 啊，所以讲迄个当这个 WHO 秘书长来邀请台湾去参加的时阵，啊，迄个无论讲有甚物款的名声还是安怎吼，会当暗砍这个国人吼，啊，马政府就去，表示讲咱有迄个因为马政府的外交真成功，所以讲迄台湾有法度参与到迄个 WHO 的这个会议。是爱化咱的这个国名吼，唔敢爱化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外口来承认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哇！因为所以讲这个问题是这款的。啊，当然蔡政府起来时，伊就无爱安尼嘛吼。啊，但是就讲即马吼中国伊的迄个处理，因为伊要维持这个否决权。啊，即马美国伊的迄个态度是讲，伊希望讲台湾爱会当参与 WHO 的这个会议。算讲迄演习吼，算讲2009年、2016年迄个，算讲以 WHO 秘书长来邀请台湾来做这个观察员这个方式去参与。因为是讲台湾既然迄当阵有，啊，这是你都无应该甲，因为种种理由甲台湾去摆伫外口。所以讲，迄台湾应该会去。啊，但是美国的这个方法，甲迄个算讲过去无共款的说法是讲，中国不能够有否决权。所以意思就是讲，爱迄个实际上甲即个算讲 WHO 甲中国伊之间的迄个备忘录吼，要甲伊废除啦。哦。所以讲，这是即个美国即马要推动即个方式，啊，甲迄个过去马政府迄方式无共款。虽然讲吼，拢是用即个，毋是讲 WHO 本身的会员，啊是，但是是 WHO 即个参与的即个观察员。是。吼。但是就是讲内底内涵是这款的无共款。啊，另外就是讲今年吼，因为今仔早起嘛是迄个 WHO 的这个政府法律顾问吼，嘛咧开始讲几大堆啦。讲了49年前这个历史啊啦。对。啊，但是我是讲伊伫遮吼，伊伫遐当然有几样物件，我是感觉讲有诶可能台湾才爱好好去思想，到底是毋是讲针对真正咱爱需要真正做一个痛下决心吼，爱做一个改变，啊无咱的国际参与可能完全都无机会。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伊甲即个 WHO 的即个参与，啊，甲 WHO 即个会员的即个过程，伊甲伊两个揽做伙啦。伊是讲吼 WHO 爱全迄个会员国，即同意才有法度参加 WHO 迄个大会，这毋是安尼啦。是。咱等下带大家来看吼，先要来带大家看讲，咱头拄嘛有讲到5月18就是这个一年一摆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然后要来举办。咱台湾无法度以观察员的这个身份，咱讲头拄这个陈时中部长嘛讲到吼，即阵也无收到这个邀请函啦吼。啊，到当咧，这个 WHO 佫表示讲，到当哦，表示啦吼，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唯一中国的代表啦。毋过因嘛透露讲，已经有2国吼要提案来讨论讲邀请台湾参加这个问题，先做伙来看。Why did WHO not take Taiwan CDC observations seriously?
是搁一届去访问到台湾的议题，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也是无回应，也否认去年底有收到台湾的提醒，讲新型冠状病毒会人喂人这个风险，而且也甲发言的权利担负 WHO 的法律顾问所罗门。49 years ago, the UN and WHO decided that there was only one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within the UN system, and that i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decision still stands. 世界卫生大会 （WHO） 会伫咧5月18举行，台湾敢有法度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呢 ？WHO 表态，唯一一个合法的代表就是中国。不过也头一届透露，已经有2个国家要提案，会伫咧 WHO 和成员国讨论台湾参与的问题。And indeed, 2 countries have already formally proposed that member states consider this matter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所罗门强调，考量地域政治，并唔是 WHO 的责任，也无法度、无权利来决定，所以最后会由194个会员国决议为主。那外交部是无透露倒2个友邦国家要支持咱，只讲有更较侪友邦会加入。台湾虽然即阵也无收到 WHO 的邀请批，不过也是会继续拍拼争取，而且强调中国无权利代表台湾。我们互不隶属，这是不争的事实，是现状。更是大家人心所同然。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无权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场合代表我们台湾2300万人民。即阵参加 WHO 受到阻挡，不过台湾宣布会启动第3批国际人道援助行动。加上台湾人过去1礼拜用台湾的喙罨救助世界捐393万的喙罨，这届计共要捐出707万的喙罨，包括美国、欧盟会员国、友邦、新南向国家，也有非洲、中东、叙利亚等等的国家拢受惠。记者综合报道。是啊，真正中国无法度权利吼，无这个权利代表咱台湾吼，嘛有人来讲吼，过去这个Taiwan isn't ruled by China 吼 ，ruled by PRC 啦吼，所以这要甲这个国际社会来发出这个声明吼。继续，咱们来请教咱的这个经立委啦吼。咱讲过去伫咧14年、15年是以这个立委这个身份吼来去到这个 Geneva 遮啦吼，18年嘛有参加到咱头拄这个带理事长做伙去遐做一个宣达团吼，这回应该是讲非常时期，但是对台湾经济是真好的这个时间，咱安怎用这个较好的这个方式去甲国际社会来做出一寡声音呢？我是建议讲，咱的政府起码唔通开时间讲，伫咧讲要去参加 WHO。也是不爱啦，因为呢，你看这个单位，即嘛是算讲互中共控制嘛，可以控制一个组织，咱去参加有啥物意思咧？吼，我记得迄阵我2005年时看到一个物件，因为这发现着讲，人外国人写咱的是写 CHINE 用法文呐，Chin，然后台北，所以咱的名是用。中国台北去参加的呢，咱也毋是中国啊，所以迄当阵啊，阮立委的行为是讲，咱是讲，因为是民意机关嘛，所以说是要去算是去督察，或者说去看我们的卫福部，看咱的外交部因安怎运作的，迄阵啊，阮立法院去遐的作用是安尼啦吼，所以阮嘛，当然我，譬如讲阮伫遐嘛参与着伫咧。当地迄个宣达团，好，就是讲伫咧日内湖的湖畔啊，然后伫咧桥边啊，咱拢伫咧宣达讲，这个台湾 is 台湾，台湾 is not a part of China，安尼拢伫跟大家讲。但是实际上吼，我是感觉讲，因为你亲身去参加过以后，你也感觉讲这是有点算讲花太多的成本了，成本伤悬，成本实在是伤悬。我想过一个方法咧，讲若是讲真正要互世界各国人拢知影台湾，其实伫咧迄个开会迄当时迄个1礼拜的时间，咱吼就集中这个资源哦，咱来做一个台湾州，就是把台湾的。这个台湾的美好、台湾的医疗、台湾的工位哦，这种安尼做伙伫咧遐，迄个州来去宣扬，邀请大家来食台湾好食的水果啦，咱的米啊，咱做出来的物件拢真好嘛。这就是一种宣达台湾的方式。但是我有这个建议啦，但是因可能感觉讲，逐年的这个大拜拜就是
就是因一直咧进行的代志。因为我去遐2摆，3摆啦，这个证件啦吼。对哦，对，这算讲是这是参观证。你要去换参观证，第1年吼，较无遐尼严格哦。第2年说还要放照片，还翕相啊吼。嘿，那个2015年的时阵哈。还佫要求恁爱查双证件吼，因为无承认咱的护照啦吼。这拢是外交部帮阮处理的，咱的宣达团因就都透早讲6点外就要去排队，然后就是要摕双证件去吼。所以我迄阵感觉讲，为什么咱台湾呢？阮就是徛伫顶悬咧看伊嘛吼啊，我就讲，我们这会议要进行几工？是，吼咱徛伫咱的迄个会议的上边啊、上尾，迄是台湾的代表。对哦，就一直咧等待讲5分钟的一个发言的机会。其实咱这摆拄着这个武汉肺炎的代志，我深深感受到讲，咱台湾真正是亲像咱这几年来拢去遐宣达的共款，咱会当帮忙。台湾 can help。咱伫2018年的时阵其实我个会记得，那阮真正。那个宣达团本这一领衫就是写台湾 can help， 只要有台湾的这个字伫顶悬的因就搞这个整个的那个健走的大会也不让我们进去，要我们脱掉衣服。我讲我刚请警店那边跟我们脱掉衣服真的就是咱台湾一直被排挤在外面，而且连那种公开的公共场合呢，你讲连健走70周年的健走一摆，印象很深刻。我就感觉讲为什么咱台湾一个表现遐尼好的一个国家，可是呢，靠这个整个大会拒于门外。不过咱讲这回伫咧疫情中间咱嘛看到讲全世界拢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有2个变化，头拄仔嘛有讲到世界各国对这个 WHO 正当性的这个挑战，另外就是讲对中国的这个质疑啦咱先继续来请教咱的署长你嘛是当阵做卫生署长的时阵有去咱 WHO， 咱嘛讲到趁这回疫情，台湾表现真正好啦所以对着这个 WHO 这个正当性，甲对中国的质疑，咱佫有啥物方式？我是这个做署长以前做卫生局长迄阵开始去，因为迄阵拄啊李定源医师带阮去，迄边是200-300个人去包括欧洲，包括美国过来。我拢前后去10几遍。所以我足知影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咧处理台湾这个问题是安怎处理的。当然，这个一开始，咱政府是拢足被动的。尾也慢慢半主动，就慢慢主动。但是咱看到全世界遐侪国家，足侪国家是唔知讲台湾无伫内底啦。就讲你们怎么还不是？你们搞不清楚。但是迄个随着咱逐当拢去，我一个宣达团，他说你安讲宣达团伫外口报条，其实台湾是台湾，阮专门跟叫 WHO 台湾和 WHO 发文英文，一当发现讲愈来愈被接受，尤其伫SARS迄当，大家人讲我大会使讲无台湾入来，所以这个压力已经悬到一个程度啊，变做中国交世界卫生组织真大的压力，因为世界卫生组织SARS 迄边也相共，这边的新型冠状病毒相共，大家讲奇怪，才会得会使无台湾入面呢？即摆因的秘书长交因边仔遐人，佮伫遐咧要杀互迄个联合国这边啦，联合国上面。这对他们讲因这是见笑的，不应该，因为讲 health for all，所有人的健康拢是世界卫生组织爱注意的，普世价值。你头会使讲，个毋是会员国，所以我个这人健康不爱个处理。排除在外。伊袂使，伊讲袂使，我爱去甲 UN 联合国讲，恁用这会员国这袂使，我世界卫生组织不爱用这，我个所有的人拢爱包含在内，伊爱用这健康的角度去看所以实际上这若要做也毋是无法度啦。WTO， 伊讲钱无国际啦，当然钱无国际，健康嘛无国际啊。所以若要解决，毋是袂当解决，是伊无爱解决，啥伊无爱解决？中国伫后壁，来支持啦，甲威胁、甲利诱，叫伊莫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这边台湾做来防疫真好人我是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长，我欢喜到要死。所以有人做了会当来甲伊 copy， 来教别人。台湾模式会当，所以歹
去避免讲干咱每3分钟啦，是。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就是完全无能。有影。而且是不是讲卖加入？是嘞，嘛是爱加入啦。爱加入啦。因为你加入开当改变。第二，加入开当对咱咱即摆要较马上处理新型传染病。是。新的旧的咱无问题，旧的咱制度拢足好，会当解决。但新的摸不着边啦，唔知影安怎处理，爱全世界来合作开当。帮忙台湾的健康集团，所以一定要加入啦吼。帮忙，咱的做法嘛，咱去帮忙别个国家。你叫要去帮忙别个国家，讲袂使呢。是。讲你改个中国同意开再去帮忙别个国家，安尼个，可能所以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这是唔对的。咱即嘛有足一种步数，应该趁今年有史以来上好的时机啦吼。因为第一咱做得足好的，咱个友邦来收听，所以大陆来收听啊。这个时阵上少，我有。今年应该爱互咱入去 WHA 啦，当然讲咱知影 WHA 敢若7天尔，还是伤对，有意思。你要讲一寡话，说无，实在是 WHO 较有意思。有影。WHO 有意义的参与，结果咱过去讲互咱参加 HR 迄个世界健康的条例的团体，结果咱要去参加什么会，拢袂使，袂使，70%以上拢无法去，这个无意义。所以咱即摆争取的是爱用台湾的名去。有意义的参与 WHO 的各种活动，有影，咱来看讲吼，国以后较讲是无要紧。是，咱来看讲，这个 WHO 会员国甲这个观察员啊吼，爱互观众朋友搁了解一遍啦吼。其实咱讲观察员吼，就是讲会当参加这个当年哦，差不多是这个5月中吼，这个世界卫生大会，这个 WHO 啦吼，无法度取得 WHO 重要这个文件，但是咱当由观察员的这个身份来去做啦吼。其实这个。秘书长哦，伊有权利吼，当邀请讲申请这个政治实体做观察员吼。目前，亲像在巴勒斯坦这个解放组织啦吼，这个教廷、梵蒂冈啦吼，佮有其他等等6个这个身份啦吼。台湾较早伊吼可能是马政府时期哦，可能是这个爱化国家这个身份哦 ，Chinese Taipei 来去做这个观察员啊。头拄仔这个罗委员嘛有讲过，这个正式会员哦，就是 WHO 啦吼，爱这个完整表决权等等的相关权利，你是正式会员才会当摕到啦吼。联合国的这个会员，也是讲其他国家申请了后，会当这个会员投票同意，就当变成会员啦吼。目前是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除了这个列支敦斯登吼，以外拢是这个 WHO 的这个正式会员。另外咧，咱讲这个头拄仔伊嘛搬出哦，这个1971年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为代表，甲这个中华民国赶出去吼。所以呢，台湾也是以旧的名吼，中国也是讲中华民国宪法吼，这个身份就袂当参加联合国甲世界卫生组织啦，必须爱制宪建立新的这个国家吼，得到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承认，才会当正式成为会员吼。咱嘛要搁一个来看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哦，伫咧疫情期间对台湾种种这个发言啊吼，自3月18迄当阵哦，去到这个香港电台这个记者问一下吼，问台湾这个问题时阵，就互挂断啦吼。伊就讲吼，咱已经讨论过中国啊。4月7日时阵呢，这个秘书长哦。Tedros 是讲记者会时阵，每3分钟啦吼，针对伊的这个批复的这个色啊，还有这个乌人的这个身份来讲，台湾对伊进行人身攻击啦，甚至是死亡的这个威胁。另外咧，咱看到4月15，咱看到伫咧咱伫New York Times 头顶哦，刊出到这个咱讲一版的这个大广告啦吼，当阵提出13点声明来保护台湾啦。咱搁看到5月7日已经吼。这回是这个 WHO 这个法律顾问 Solomon 吼，伊讲吼 WHO 是一个政府之间的这个组织哦，台湾是毋是会当以观察员的这个身份爱处决掉这个194个会员国，毋是 WHO 秘书处都有权利来决定啦吼。不过咱嘛看到，咱头拄一讲的，这个友邦吼头一摆公开讲有2个国家吼要甲咱支持5月18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咯，来参与到台湾。等等的这个参与的这个话题啦吼，其实咱讲看到这个美国动作真济吼，伫咧国会也是讲美国这个US mission to the UN 啦吼，内底嘛咱看到因顶回吼铺文是讲台湾伫联合国这个宗旨原则之下，袂当甲台湾排除在外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这个美国这个事务局吼，嘛是5度发文哦，伫咧 Twitter 头顶啦吼，嘛个 tag 蔡英文总统啦吼，这代表是啥物意义？敢若是 WHO 尔吗？还是讲有机会甚至是 United Nation 联合国？我是感觉讲进前吼，大家咧讨论 WHO 这件代志，当然先是 WHO 嘛，因为美国目前即摆国务院的迄个立场，犹原是讲
因为迄个国务卿Pompeo， 伊是讲支持台湾做 WHO 的这个观察员。是。啊，当然，迄个有关 WHO 本身的这个参与啊，当然，美国开始嘛有迄个伊的一个动作，所以讲大家的想法是讲，是毋是对即卖针对这个 WHO 了后会组成一个模式所以讲包括台湾去 ICAO 国际民航组织嘛啊是讲迄个Interpol 国际警察组织啊，其他的敢会当比照办理啦就讲用这款模式安尼会当伫其他的国际组织嘛用这款的方式来处理。啊，但我会感觉讲，等迄个美国 UN mission 开始写就讲台湾的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这个部分就较无共款。这部分就较无共款。这都唔是讲干那个别这个 UN related agency，independent agency， 因之间的参与的问题。啊，尤其是讲迄个台湾，伫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啦，一个意见是讲。因为美国伫1970年迄当阵，伊有即个双重代表权，会去反映迄个立场。啊，当然迄个立场伫你看迄整个联合国迄个决议过程内底，伊并无互人好决，他并没有被否决哦。就是讲迄当阵275这决议本身是咧针对奥巴马伊所提出，就讲要排除蒋介石代表嘛，要互即个北京的代表。做这个中国正式的代表，但是有关就讲，迄台湾本身的参与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伫遐有些包括沙特阿拉伯啊，伊嘛有3个提案，但是迄3个提案，因为台湾就当这个算讲，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关键的那个多数的会议通过了后，啊，迄蒋介石想讲啊，等下一定是讲咱一定互人排除，所以讲伊就叫这个。咱派中华民国派伫联合国迄个大使就讲啊，无咱真的 work out， 所以讲咱就退出，就是讲对伊来讲，伊看他不要受到那种羞辱啦。啊，有这效力，咱就对，所以讲实际上后壁阁有这个决议案，也是讲咱台湾有案，算讲中华民国迄当阵也是留伫遐可能迄个新的物件会较无共款，当然这咱唔知影。但是我是讲，迄个即马到底美国即马即个立场是安怎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尤其是讲即马因为台湾咱讲要参与即个联合国当然咱都有一个，咱知影讲275并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但是到底台湾本身敢有甲这个中国这个物件，甲伊迄个甲伊迄个什么切甲清气？啊，有的人讲啊，台湾家己本身嘛无甲迄中华民国彻底切割啊，无新宪法，无新国号啊，无这是要安怎？啊，其他国家拢认为讲你就是甲中国共款嘛，有的是讲迄可能是这另外一件代志，但是就是讲。要这过去像讲台湾想要，尤其是阿扁做总统迄当阵，咱想要做，算讲甲中国更彻底切割，还是讲无论讲要用台湾名来参加迄联合国，还是讲迄台湾名去参加 WHO，这咱毋是拢无试过呢？有试过，结果咧，一方面是讲伫联合国必须做互人甲咱侮辱，啊，第二个是讲安怎？美国迄当阵甲咱是安怎用强压，就讲你绝对袂当做这款的代志。迄当中我会搁记哩，迄 Robert Zoellick 就是迄个美国副国务卿，就直接讲台湾迄联合国这个提案甲联合国这有关的这个 referendum 就跟公投，这台湾 independent means war， 就讲咱要台独啊，你台湾独立这都是战争啦，讲啊足歹听。但是这回精势较无共啊。这当然这个精势是无共款，但是所以讲，即马咱爱一个较注意就讲，美国这届伫迄 UN mission 这届伊的这个动作，到底是代表什么？一个是讲。有可能是讲，台湾也是咱要做这款的代志，是毋是讲伊会较永稳，会安尼要啊？但是嘛有咧讲啊，是毋是讲恢复1972年迄当阵的这个伊的立场？是所以讲台湾会当参与，甲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这是无关系，双重代表权，所以讲台湾会当摕到这个，所以讲以中华民国是安怎摕到这联合国的这个会址也是安怎？所以讲这个部分是较趣味啦，但是爱。更较有去了解。是，咱嘛看到这个美国动作真济啦吼 ，Tweet for Taiwan 吼 ，IG for Taiwan，Facebook for Taiwan 吼，济透过这个社群媒体力量吼，透过这个方式来发出声音。啊，其实今仔日川普吼，伊嘛对咱台湾这个议题吼，要参与着 WHO， 做一寡这个声明啦吼。不过咱嘛要搁回头来讲吼，这个联合国。
2758这个决议文吼，伊并无吼，互中国伫联合国代表台湾2300多万人人民这个权利吼，嘛无提到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咱嘛头拄啊一直说明安尼这个部分，啊，咱要继续搁请教委员吼，就是讲伫咧国际这个友邦吼，有互咱即款的这个环境，咱伫疫情这个时间啊吼，要安怎个突破吼，可能 WHO 还是讲中国这个压力咧。是，我感觉这个现在很主席的状况是对咱台湾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外在环境，我感觉是上好的时间点啦吼。所以我感觉拄则这个咱涂市长有讲到讲，还是要继续参加。我是感觉讲，若是即马吼，譬如讲美国啊，搁有这个搁一寡先进国家，因来当组成另外一个防疫的组织，咱就直接。谁来参加？哈，新的这个组织，对不？这就是咱就以台湾的名。啊，美国即马若哈尼啊，真正哈尼重视台湾，吼，对这个中俄的关系，因为他们很密切，吼，啊，所以伊即马其实台湾不能成为破口啊，因为真正哈尼重视咱台湾。伊甚至就跟咱台湾更高啊，其实很多问题都会就迎刃而解了啊。哦，你讲过去，你讲联合国嘛是2次大战以后才成立的一个组织尔，你讲久嘛无讲介久啦，吼，吼啊，实际上这规个世界拢在变化。哦，你过去讲中国偌强，吼啊，伊什物一带一路，你即马拢破功去啊嘛，甚至讲你就是吼，甲你的这个病毒拢去传去这个国家人即马。看到你中国，听到你中国，甚至咱家己的留学生伫法国、伫英国，拢有遭受到讲，就是咱是中国人呢，哦啊，然后被可能做一些排挤，这个都有听到呢。所以很主席呢，大概即马是听到这个中国吼色变啦，吼啊，咱台湾呢，这是一个真好的时间点，伫咱家己国内。吼，过去的教育之下，咱有即个人就是讲家己是中国人，吼，咱自细汉讲要做啥物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吼，即种的教育，咱利用即个时间点，大家好好来教育，吼，咱台湾是一个公共卫生真好，吼，啊，咱嘛是一个真友善的国家，吼，我 OK， 你先领，吼，啊，咱会当免遐尼济喙暗的时阵，咱会当出口去外国，吼，在第一线的即个医疗人员会当有。搞来使用，这拢是咱台湾人真正这世界咱听到台湾吼 Formosa， 这是一个真好的时间点啦。所以我是感觉讲无必要讲去争，讲要去争说啊，我都要入去。其实你若要互我入去，我感觉我今日若是 WHO 内底的会员，我会建议迄秘书处讲，请你邀请台湾来甲咱讲要安怎防疫，应该是安尼吧？咱毋是讲一直，咱即马在家，咱已经做遐尼济工课啊，吼。啊，其实咱的成绩也真的不错，我们防疫的成绩。你争取嘛，你争取啦，你这个做成绩嘛是做人看。让他们来邀请我们，然后我们愿意告诉你说，哦，这是要安怎防疫，啊，阮台湾是安怎做的。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讲伫咧国际这个形势内底，咱会当维持讲即摆400几例啦吼，啊，死亡人数嘛差不多6个人遮尔吼。所以防疫这个表现，各国拢有看到啦吼。咱嘛来看讲，其实台湾哦，可能买手就会使放较欢，放较轻松，但是这个防疫习惯嘛是袂当放轻松啦吼。不过咱要看讲，伫咧境管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亚太地区还是讲欧美这个地区哦，咱讲这个死亡人数还是讲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吼，其实拢会当看到讲，豆豆会当在咧甲这个境界吼管控的部分会当放较松一丝啊吼。咱看台湾这个上新的这个部分啦吼，是这个438例，若是讲吼这个。管理人手啦吼，若是有够吼，豆豆啊，就会当恢复到这个往常这个开放啦吼。那看到韩国这个部分，确诊这个人数嘛是1万多例啦吼，啊解除部分的这个限制吼，但是嘛是要维持着这个社交距离。另外咧，这个日本的这个部分啦吼，这个咱嘛看到讲啊，自这个奥运宣布要明年才办的时阵，这个紧急事态吼，伫咧东京啊尾啊推迟到这个日本全境啦吼，这个可能嘛甲延伸到这个月底啦吼，但是已经有公司表示讲吼，无要随这个政令来停业啦吼，所以嘛当看到讲日本伫咧即回防疫表现吼，是日本人嘛有诶嘛是看袂落去啦吼。啊，中国这个部分啊，咱讲因这个部分是8万多例啦，但是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可能嘛是大家质疑的这个部分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个5月连假，咱看到因这个国内吼，这个落城载运的人次吼是减真济去啦吼。啊，欧美
放松这个监管的这个部分，嘛是讲，因为美国即阵是全球吼疫情确诊人数上济啦吼，这个咱看到讲济吼州啦吼，拢面临着这示威者反抗封锁令啦吼，甚至有这个炸武器来示威啦吼，这是美国较危险的这个部分。另外看到这个欧洲、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啦吼，就是讲有限度的要开始恢复到正常这个营运啦吼，有的是咱看到英国这个部分啦吼，嘛是要采取分阶段来解除封城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各国全球吼，拢咧做这个放松监管的这个部分啦吼，嘛是讲疫情真正会当放较缓咧。不过咱嘛来讲吼，台湾虽然顶礼拜是这个零确诊有6天吼，这人嘛真拍扑但是随后阁有这个境外移入，阁有敦睦舰队这个可能阁是验着病毒有服用这个情形啦吼，所以嘛引发着咱国内个人咧讨论，就讲到底零确诊是毋是一个吼必要的这个。甲人吓也好，还是讲甲人迄个，咱咧先看讲郭文德对于这个防疫这个强防是啥物啦吼？伊讲一个政治人物要求零社区感染，这个战略唔对啦吼，应该追求会当忍受的这个感染是偌济啦吼，政治嘛是爱较务实一个，爱守就爱守掉吼，爱恶向甲敌人共存吼。但是咱讲这个零社区的感染。是安那是变政治咧吼，咱看陈时中部长是安怎回应啦吼，伊讲目前对防疫的工作爱追求将个人的这个风险诱发起来吼，切断相关的这传播链，同时阵甲医疗量能准备好势来寻求国际合作开发这个新药甲方式啦吼，无追求零确诊。郭市长应该毋是咧讲陈时中真会官啦吼，但是为什么这个零社区感染佫牵涉到政治？这是安尼吼，这个郭文德。伊这是伊是医师，伊毋是感染科，也毋是内科，对这方面无讲真了解。是。但是伊的讲法，我有赞成，讲这吼该守的守好，交敌人来共存啦吼。这种我是会使赞成伊安尼讲法，但是伊讲的什么战略，这是政治用意，这毋对。而且无人咧想讲要求讲要零社区感染，是咱期待。咱咧拍拼，零社区这会使，讲这是政策，所以伊咧小可咧讲，你若安尼做毋对哦，安尼逐个人毋敢报哦，毋敢检查哦，尽量无 case， 有这种指责意思，毋是无人安尼做，但大家希望讲零社区感染，但是伊讲嘛有对，因愈来愈侪无正头的感染者，伫咱社区内底嘛，若安尼，若真咱防了无好，这会增加，但是所以咱即马吼台湾吼前一段做啊足好。封了足好，互这个患者啦，交接触者拢无过来传染互别人嘛。但这样无共，即马开始大家要开放啊。是。要安怎做？我甲伊称为叫做不封城的封城啦。无封城的封城。咱台湾互人大家拍破是讲你无封城，你无说逐项拢会当正常生活。是。但正常生活中间，大家洗手，大家挂水安，意思讲咱利用咱家己的这种努力，互这个社会会当正常生活。这种的吼，未来会变做另外一个全世界要学习的 model。而且因为吼，因大陆想要开放，毋知要开放啊。看台湾。会惊，因为你若开放了，可是疫情佫增加，那个矛盾啊。台湾这方面会当做啊真好讲，你看咱学校拢开放，开放你惊无？带你等，但是无惊，无引起到这个病毒的传染。这可是咱会当过正常生活，会当保护家己。这点未来全世界过来甲咱学。全世界爱学到台湾真侪物件，台湾 can help in many ways 哈，足侪方式会当学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这个陈时中部长哦，侪届向国际来发声啦吼。伊这代表什么意义？敢有真正世界上看会到？我是感觉讲，即马吼，算讲台湾应该说，人讲迄个咱超前部署，即马咱变领先指标啦。就是讲迄个真侪以后，即个疫情要安怎来处理吼？看台湾，尤其是对迄个疫情到后疫情时代，有可能无真无参像是讲SARS咧吼，登起来啦。迄届就是差不多2-3个月就无啊嘛吼。但是即个真有可能，就讲伊会拖大时间才有法度。但即马吼，我是感觉台湾即马大家开始咧烦恼是讲，到底咱的经济要安怎来用，迄个社会要安怎来继续生活落去吼。就是讲即马犹原是刚参与迄个非常状态，所以讲要安怎甲即个物件变成讲，咱要一方面会当来防疫。因为即马咱的重点是个人的这个防疫，但是另外佫会当维持咱正常的这个算讲经济生活。我是刚刚伫遮吼，真有可能就讲咱开始要做几若无共款的实验，像讲
要维持咱正常的迄个社会生活，啊，嘛爱维持某种程度的这个社会距离吼。咱像讲爱用什么款的工具来帮咱来做这款的代志。是。像讲迄个喙安吼，安怎互这喙安袂当讲话啦？哦。安怎互这个咱甲人之间吼，像讲迄个囡仔要去上课吼，咱即马迄个囡仔上课有的教室伊无可能像这款的玻璃嘛。对啊，摆较长的哈。对，咱像讲啊，是毋是爱玻璃？啊，另外就是讲要搁有其他像讲迄个体育活动的时阵，要安怎来用？开会要安怎来处理？是即马用的游玩是讲，好像是比较是那个一般性，不是一般性，就讲特别性，这个紧急这款的这个设施吼。我是刚刚讲，甲这个有关的这个经济，啊，甲伊这个算讲物资的这个生产吼，会变成一个新的经济。有影啦吼，所以咱们讲这个后疫情时代吼，咱本地是这个疫情期间，咱讲是超前部署啦，啊嘛引用咱委员讲的话，咱即阵是领先的这个机票啦吼，安怎好这个领先的机票伫咧国际上看到咱这个表现啦吼，嘛是即回咱会当吼。看会当去 WHO 啊，买手 WHO， 那是真正无美国经去创一个这个世界新的这个组织啦吼。今天感谢3位来宾，多谢。谢谢。你那个讲的是好，其实我们另起炉灶比较快。是啊，不要哈，打掉重练。打掉，而且就让我们直接台湾进去了。他5亿美元哦，就不要。